要，甚至呢，我教圣人所有的宗旨，都跟儒家给咱贯穿，所以咱就得到这个一贯道。我教圣人有讲一段道家讲校园修业，佛教讲万法归一，天主教讲平等亲密，佛教讲清净欢喜，因拢无讲惯例，咱便是真正惯例。安怎惯？五教真理拢贯通咱今日明书一致，真正惯例啊！你比较感觉讲，迄个明书一致，真正甲咱惯用，我做一个比喻吼。咱这个肉体叫做啥？相。这个肉体敢是相？相，有形有相啊，对无？有形有相，一道有形有相。你若道有形有相，甲你讲你倒啦，你伫倒会知，对无？因为有形有相啊，所以咱这个肉体就是相，因为有相有形有相，但是咱这个肉体内底有气无？请问各位，咱逐个有承认咱的肉体有气无？有啦吼，气有气无形。气会感受，毋过伊原来嘛无形诶。所以因此空气，你有感受有无？太阳太热有感受无？也毋过有形无？无形啊，对无？你咱有感受讲有相有气啊吼，要有理无？我有理啊，所以理是无相，搁无气。所以因此，咱今日咱的佛性，迄个真理是无形无相。但是若无照这个肉体来得，也若无照明书一致来指点，到这点不对啊！没有一个目标，要成啥？要大家要安怎去照那个目标来学习？所以因此。咱今日爱知影，明书一致，甲咱有相入去啦，有相入去，有气搁入理，有这个气搁入理，所以叫做三德一贯，三德，风德就是第八德，相德，太德就是智慧。有德就是理，所以三德一贯。所以咱今日太好了，真正是袂使讲是自古以来几万年来，到上后的地步，即摆上天才令咱自己互咱知影，甲知影要安怎，咱敢会使即安尼剃度本性。今日希望讲佛法，遮来讲吼。咱即嘛是遮啦吼，年轻人、少年的啦，年纪较轻的啦吼，佛法虽然讲咱叫老菩萨，称我老菩萨，毋通心内歹欢喜啦吼，因为咱拢会老啦，恁即还未老命，后日原来拢会老啦吼，所以希望讲，无论是年轻的，还是讲咱这老菩萨，真正老的啦吼，安尼吼，咱大家爱安怎？咱这老菩萨爱搁较拍拼。你要相信，请问各位，咱这老菩萨爱搁较拍拼无？因为毕竟伫世间无偌久啦，对，我即嘛80岁79分80咱80岁到偌久啦，大世间，食愈老就愈无困难，食愈老就愈无能力，食愈老就愈过无头了，对无？所以因为咱人年纪到一段时间年纪会过，咱的能力愈来愈少。所以咱若无趁这个时阵，看见好珍惜打拼，多成功，多入力，多了完，会当做尽量做，会当
会当讲尽就讲，安尼吼，咱爱真正，咱这老菩萨吼，来讲老菩萨，咱爱真正个比少年诶较较平爱使。虽然吼，我这行路吼，着少年咧行吼，对，着少年咧行吼，处处着会去吼。我今日2款吼，我即摆行咧古代，我会使讲无感觉，无感觉哦，会安尼讲啊少年对吼，对无？所以吼，咱着爱真正即摆把握咱现在这个时阵，好好幸福一点。当然，幸福一点就不行啦吼，大人这是咱的天职，大人咱的天职，咱的本分。因为上天降道，就是要普度三者，人贵先。咱袂使干那讲我下当等来就好啦，大家出力，我无代志，袂使安尼做。所以希望讲咱各单位健全师领导之下，咱来开啥？大家爱好好团结，甲大家相招来度人咱是对度人，咱是有积极力吼，对。第二呢，就是讲要安怎度人了后，要成宣道亲，这嘛足重要。有度人有咧诱导，但是袂明理袂明理咩啦？就是来教育、宣传。这宣传有当时呢，人讲要无分好歹，要无分好歹，无分好甲歹是咩？叫做好药，叫做好药嘛对无？我即摆报告你听，即摆上摕一套药，这套药1万块呢，有贵无？有食落1万块，食落一套药，食落报告听袂好，安尼报告除了好药还有无效的药迄摕3粒迄个臭药丸进攻丸，你这个大家拢捌啦3粒进攻丸迄有缩小无？报告听食落讲验的好，安尼迄3粒进攻丸是好的歹的？好的。所以讲要无分贵贱，治病加治病就是好的。所以有当时咱各位要度人度了要宣传。爱看这个人需要有啥物道理好伊，爱找迄个会拍开迄个药方互伊呢，无咱看有当就找先生对无？先生其实食无效果，像我今年年前，就5年5年以前来咱扫扫3年呢。都无结果呢，天带去互医生看，我就是迄个医生咱医院办，伊是安尼看了上好，这就是咱就好医生，对无？病无解决了，去挂去诊，去互送看，拢无效所以要无分贵贱。治病就是好药，所以咱今日大家爱知影，法无分高学，法无分高学，上悬的律法，无相信手机条法，律法是对治法，今日是无所不至，律法上深律法上深无上甚深微妙你上深了啦，所以3万8万3万。84000万，迄拢基础，所以因此法无分上中下，互咱会开悟就是好法。所以希望咱大家今仔日来用功心，即中容，会当真正把咱过去圣人的经书用心体会，将经书内底的真理迁用出来，互人听到会按。我过去读的，要比即摆讲，无安尼尔。无你即摆
哦，一本书啊，就安尼，我嘛拢袂晓背啊，即摆拢袂记啊吼。天命之为显示显之为得世间之为道德呀，叫不可思议呀，可以为得呀。是无本主先心无变，对无啊？今仔日咱会知影，倒位物件用读的，用读大家嘛会啊，但是真正伫实践的内底，亲身体会，这才真正的甘苦，真正的福分。所以今日咱大家是爱做好珍惜大家互咱讲到40分钟打算将咱大家今日去读这个中庸圣经的经书，大家真正毋是用文字的讲述，真正你会晓用你的内心去体会着经书经文迄段内涵，将透过你的口才，透过你的心得，把伊诠释出来，互大家听着会感头讲有影你讲的对，安尼就是好个。也毋是搬作济人，搬作济去发，迄拢是文字上的发。但是圣灵若无到经书，咱即马有经书来去读，对无吼？无三千年，圣灵到经书了嘛，要流传现在，互咱大家读书。所以过去我教圣灵教的经书，是要互咱在这个时阵三者大开普渡，伫这个网络一脚平英文，互咱好好来学习的条件。但是爱真正爱圣灵的意，安尼啦，所以来当真正体入圣灵的意，安尼咱去读，真正是好的，有迄个好的心得另外时间到咱的各位讲师互较就来今日这个中庸的这个讲习学习大家会当圆满，大家会当记住了讲书，甲咱主题甲咱讲，互咱会当体会，也会当去度化众生，这个真正是好啦所以功夫是咧度众生的毋是学好作头，包括什么拢讲用安尼无经典学了，道理学了，有法度人出面安尼度化众生，这个真正较有必要学了应用，无学了无应用就我这个比喻啊，法度在这个好看安尼啦，法度看起来伊较早做做衫嘛甲你做衫做衫伊足好做的也毋足好做，如果你当做衫就嘛咱会好做，我是安尼所以因此就是讲，你学了爱真正有意思，安尼啦，我来做衫一定会，我这比喻啦所以就是当中咱爱好好发挥好好对感谢各位，谢谢。感谢这个慈悲全道之功，分道之功，我们再次以热烈掌声来感谢我们的。接下来我们邀请到王敬义讲师王敬义讲师对后学来讲的话，这个他的学到的精神，到地的信念后学呢，这个是非常佩服的那当然，这个如果说我们有对王敬义讲师了解的，应该会津津乐道应该给他打一般开始因为王敬义讲师呢，你的确可以那个惊喜，他可以惊喜评价肯定很重要。今晚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王讲师呢，给咱开一个
讲师准备拳到中，坤到中，讲师好，讲师好，请坐下。杨明，我陈老师，谢谢鼓励，今天在这对你这里台的大家早安。老师早安。好，希望就从这个主题多数的丰富，有尊如何能麻烦你改变，以给咱老先民我把以前的精神，咱以就大家大家民主题。咱先民以及各位咱们都对我的提法，咱是人者对我的鼓励、宣传之下，符合要去做之的，而且咱大家共同学习共用。可是，有当是符合咱所发展，在科学上、在经济上、在经典上，也全面咱拢支持。因此，在报道的过程，有所不足，在所难免。甚至有事不达意，可能会真多。如果在言语上有咱模范的所在，嘛，咱咱注意这个，会咱互咱包含甲支持。今日这个班叫做什么班？片班中文。片班，讲到经典，咱有做先讲起来，无对，为虾米？因为经典就是圣人智慧的结晶，伊把伊的智慧放在文字内底，但是咱一个凡夫俗子要体会到圣人的智慧，讲来在讲非常困难。为虾米？咱的智慧，咱儒家当中咧，就感觉讲人很悬。如果咱若有到迄个宽度，咱就袂感觉讲人足悬着，就是因为咱的价天需要圣人传承，咱的智慧无够。因此，就来读书，来研究经典，互咱的智慧一天愈光明，达到圣人这种智慧。那么这种就是咧讲到至诚无测，至诚无测。咱过去有几种有讲到的诚，讲到的至诚。我诚也天之道。为天来至诚，为人尽之诚，尽人之诚，尽佛之诚，赞天地之化育，以天地同参。甚至才讲到了至诚之道，可以见之，至诚如诚。你看，我咧讲至诚，儒家最高的境界是啥物？达到迄个诚。这种建立法的境界，这种建立心的功夫。毋是皮，毋是硬，只是道的本来，咱自身的本体。所以修道本人与无硬，是非常的平常人。所以今日学道的过程，修道办道的过程，就是要改变自己，要提升自己。今日咱修偌济，咱改变偌济，咱提升偌济，咱恢复偌济，咱就成就偌济。所以修道这件事是非常真正的。咱修偌济，改变偌济，到尾也就成就偌济。那么这个成就就是要成就自己的本来。咱的本来就是咱人做事。所以咱修学道，人生的过程，修道的过程，就是要时时面对自己。为虾米咱来面对自己？因为修道就是对自己一种责任，这是一种对自己责任。我咧如何在人生的过程，在修道的过程，来恢复到我自己本来的面目，这是责任吗？所以时时在对自己有个交代。今日在修完道的过程，我对自己有交代无？有时是要去面对自己，反反复复。为虾米？修道是一件真实实的代志。到尾也要成就看啥？这世人咱有真修实验的，
咱有经修持。所以性儒家对个竟然达到继承人性，所以这种叫继承模式。所以继承人达到的叫做继承模式，永远无停止，永远无了断。那么今日就是大家今日咧来学习这种继承模式，咱首先呢，咱来做伙大家一下吼。我咧若我就是我咧练习吼，所以我是几发翻译的。继承模式，继承模式，不惜折旧，不惜折旧，旧则新，新则由远，由远则复合，复合则多元，复合所以再不了，多元所以复不了，悠久所以成不了，复合配地，多元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言而中，不动而见，无为而行，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以为物不治，则其性物不切。天地之道，福也好也，歌也灵也，忧也救也。阴符天，书皎皎之道，一机无穷也。如我生前是应黑眼，万物福也。阴符天，一出土之道，一机光和，在花甲而不中，尽河海而不消，万物在也。阴符山，一贯色之道，一机光大，车落星也，天受地气，波中经也。阴符水，一足之道，一机不切，弯河，高陵，以比经也，何在失也？只闻为天之灵，无不义，大法，天之所以为天也，好合不显，温龙之德之纯，大法，温龙之所以为文也，纯亦不义，这是今日的部分，你看人家讲，我其實所睇啊，所睇有所了解，可能對一定都係不着，我是好。之前背識不識得叫呢啲變咗要溫嘅波好激到。你嗱嗰啲係直接話雞水，唔係雞水。一段話就比較你大家講，對用國體你大家必前之功。復合多元，復合悠遠，不惜咁嘅支持。你大家復合多元悠遠，呢個人會支持。對之前嘅功夫，對之前嘅功用，對之前嘅功能。所以今日對這個用指標解嘅體，一切都唔係體。有體就用，有本就法。法按過來按本啦，用按過來按體啦。這個功夫按過來，這個心智按過來按支持。所以咱講是繼承模式。所以人講哦。多羅之文，今年悠久之道，今年不惜之功，通而繼承。
和平保护伊原因在哪里？因为伊悠久，天地悠久。那么天地悠久是对啥？但是志情无息。那么不息的功夫在哪里？靠明志情。所以要达到性命已经达到志情，那么如何对达到对要达到这个志情？这是咱可以上大的重点。那故志情无息。志情就是讲啥？讲道，就是讲天地这个性命之道。道在这天地间运营无息，将来拢无停止的。天地若共款，天道伫我伫大地数字之运行，在这天地当中生生不息，就是啥？无息，无息。那么圣人之道，圣人的道理，圣人的智慧，到我今日已经偌久啊？2000几年，佫在这天地当中咧流行咧运行，安尼有久啊。所以故志情无息，就是讲道，去讲天地之道，去讲圣人之道，永永远远运行，永无停止，永无休止。我简单一句话就是。但是伊后面所表现出来是啥物？就是不是个永远好标准。这段话就是讲，咱讲道的运行永远无止息。但是道有形以上无，就咱讲看会着，咱为真人，道的运行咱讲看会着，咱看袂着。靠是咱透过天地来看，道既然伊的运行无息，可是验证天地可平。咱就来形容这个天地当中，自古到现在，如果一个道体，事是这个运行，但不生生不长，咱就咱看出天地伊的运行无息。把你看出道的运行无息。那么这段话就是圣人咧讲这天地之道，就是为什么咱要了解道的运行无息，与天地来看，因为天地是道的大标准，道无当看，天地有当看，真正会当代表道的人的物件是啥？天道就是天地。所以来讲，所以这段话拢讲天地之道。透过咱就咧甲看天一个现象，就是道的现象，道的现象。那么圣人就是啥？天地之现象。所以圣人观天之道，即天之命。对道讲到天地，对天地讲到圣人。圣人若无了解天地之道，伊若毋是天地之现象，伊要如何讲出圣人？但是这里面就是啥？圣人的智慧，圣人的体悟，咱到底我就要体会在里面。所以这段我志情无息，就是讲天地，在讲道，在讲圣人。所以天地有久无？天地天长地久，就是因为天地天长地久，久则根，一是悠行无尽，是永远。是无时间空间的限制，天地之道，圣人之道就同款。那么伊永远要成就了地的福报，天的道理。所以福报道理讲按对来，按志情如息。所以这段话就是要先话了解讲，道的运行无息，天地运行无息。圣人之道在天地间嘛是永远是如此。那么圣人伊咧谈天地之道，是一个啥物？就是一个人效法，互咱去体会天地之道智慧，效法天地之道智慧。假使讲，咱敢看，敢使，咱无去效法，就失去圣人。咱讲这个，
啥物圣灵？伊观天之道，即天地圣灵，伊看到天地之道，伊会去效法去实行天地之道。那么透过伊诶体会，你讲互咱知影，希望咱能够去体会，甚至去效法天诶不息、天诶悠久、天诶保护、天诶道理。所以一般来讲，圣灵便君主以辅助不息，并且君主以护的待位。天庭是公平的，是无息的。这个君主人看到天地，啊，伊会想要效法，爱甲伊自助不息。而且咱自己爱自助不息，咱自己无尊重，咱怎样尊重？家己爱注意自强，咱家己爱徛起来。咱若家己也无徛起来，别人袂使咱徛起来。咱自己无尊重，别人袂使咱尊重。家己爱自动自发。手头过程就是咱家己爱自动自发，毋是互人安尼欺负、安尼扫，毋是。家己爱发动功力，发出这种公众的智力，就是不息的功夫。家己爱自信自助，家己爱自觉自修。要家己对啊，我讲嘅，家己爱对自己有功，家己爱坚强，家己爱有自强迄种不息的精神。是啥物？无人会当替咱做。所以一个君主人看到天地当中，伊会效法，伊看到地迄种的环境地势，就是保护。在保护的当中，就是伊会叫所有万物拢在即块地当中。拢住在即块地，拢在即块地，拢在即块地，也生生不息，也生生不息。所以咱就是要效法地迄种护的，去承载一切物件。所以先天这个相，就是对我们有这种作用，去效法，去效法。虽然讲尽人道以发天道，因为神爱尽人道，照着咱人的形象，照着咱人的修道功夫，照着一切的事工，尽一切咱人的形象，去做，去达到天地之道。所以，因为神者天之道，神者人之道。因为天道呢，伊是无为自然无为的，咱人要透过修，但是咱来透过修。所以人道是哪？人道是哪？修道过程，是着落到雨天，叫着勉强，叫做勉强。咱若无为这个勉强要达到这个自然，有人按过来，有勉强啦，勉强是人治，是理智啊，一定。所以这种在中庸记就讲过，有安义行治，有义理行治，有坤义理，有勉强义行治，教会迄个心中是一样。所以咱每一个人对自己修道的过程，咱有经验。天地无为，咱到底有无为？天地是自然，咱袂当达到自然，咱为这个勉强，为人道，为一切慢慢去做，就是要达到这个天地的之道。所以圣人讲，是讲天之道，是之者，是之道。这种在进前，当初就讲了，我就带你做，为这个故事。那么，咱若讲到了，那是天地之道。天地之道就是伊自行自然无息，成就悠久，成就普普，成就高明。但是这是天地。咱今日要效法，就是要效法伊自然不息。那么不息这久，咱今日以修办过来讲，以修办过来讲，咱就爱依着不息就是咱人的根本。因为天地来讲来讲，伊是自行无息，不息则久。咱今日修办过过程，嘛爱依着自强不息，做咱修的这个根本。那么不息者是应无之息，虚中有余。
过程呢，孔圣人站在大头顶，去看对面老尾老，不谁家如师傅，不下地呀。孔圣人看到水，安尼水安尼流，就是安尼流安尼流，无分日间呢，体会到东西，一定是个本源。水有水源，水若无水源，就比无法度流过一点面咧，安尼流全无不是。水有一个本，那么你就是咧达到迄个修道门，达到永久一定爱有一个本。咱有这个本，就永远有生意。所以这个不是就是先天的，不叫等于，不叫生意，叫西教路。那么又讲的有理之道，安心如意。咱若有不少的功夫，有不少的精神，咱叫法度在这个道路当中，来修办道的过程，来安心如意。所以话，伊当前啊，伊现团变大，就是哪有就在这个所在，安心里面到位啊。一张纸变成多，有人对比，咱对比呢，我讲过方面呢，有当我的老母，有3年4个月，23年4个月，咱讲过，真足，真足。为什么？因为到尾来看，就是一种不孝的道理。所以不孝现在歹做，愈歹做的搞物件就愈可贵。是这样，日久生情，风月自流。一项物件久到尾会变，人通过做久，咱就心会变，咱就心会变做，咱就心会变做。一项物件我甲你偌好食，食到久，咱感觉袂好食，为什么？咱人心会变。我过去，安尼做工作的时阵，物件你用到重新，到认真，安怎认真？换咧想，这人在咧想，你困在咧想，二时无点伫咧拄嘛咧想，开车咧想，这人在咧想，学我边啊，学我在咧这样子，啊，中午时六岁，边拢是讲抓，讲倒去啊，嘛遮在咧，讲着一开始啊，你困门灯头嘛转是讲抓住边，我真硬爱甲人讲，是真哩，你阵爱听。有多发展呢？我跟你讲，你这就是一都变到太快，都无认真，都无用心，都无精神，你现在在里面有对啊，去到久啊，那就心累去。所以你大家不识，你始终有去研究不变，这个简单呢。甚至有了变变就真的就变了，这种的精神就无用。有了条件，有了环境，有了背景，有了考验，咱就继续落去，咱就继续落去。结果美国就真美国，今仔伊就马来精进，今仔伊精进马来，安怎退出？袂当持之以恒，守之以恒。所以今日咱感觉讲，修道过程就是不需要精进。啊，我咱真系好讲，咱嚟评讲佢，你即种初发心发出来，先到有啥物？咱哋初心到位唔变，就是久啊。有啥物？咱讲修到久，会变到有变，有啥物？咱哋心在变，咱哋心在变。所以有啥物？咱时时爱去关照自己，我心在变。我讲过去咧学，过去咧做功夫，有啥物咱认真，起码。因为在海，不同领域，他们讲，
伊经历到后天，这个过程咱就训练过。所以讲有啥物空性，讲下不赢，下不快，伊下袂赢，伊打袂先，这个经济。所以咱有看到我这个独立，他们独立渐渐万变的不变变。我看你是真的，我都有亚洲。所以咱的事情叫做咱讲，不行这就是太做到，我天天做到，地理做得到，我今日所要学的是这个所在。所以就是讲，我入手就是自动不息。人一干会了，咱是8干；人10干会了，咱是10干。一直做。成就就是啥？自成不息。所以咱咧伊就修到就是咱来以自动不息为本，伊即种过程开始做，到尾咱所谓成就达到自成不息，为勉强达到自然，为有为达到无为，为应道达到天道。这是啥？咱修道过程。咱要达到无为，一定要是为有为；咱要达到自然，一定要是勉强；咱要达到天道，一定要是修道因道，到过程来做。所以中来讲，依序一足，属灵有序。为这个咱做袂到物件，为咱的发展来做，一直做，属灵有序到位，一直做到你若无去，一个拜堂行一。属灵有序，行则平，行则固，固则平，平则高，平则动，动则变，为天下之行，为民外。这个艺术项目，像前面当初都讲过，我不会讲。以前咱肯定在讲，有啥物叫做自强不息，艺术属灵有序。咱只要好好去做，好用因道功夫，用因道事功到位，慢慢就咱达到迄个事。只怕咱无到迄个不息的精神，一若无，每一个人拢有咱达到。那么不息就是不忘初心，不败初心。过去咱拢讲古人拢讲，啊，到今年不在哪里？啊，不在心中，对不对？啊，到3年5年不在哪里？不在半空中。啊，到10年外久不在哪里？无影无踪，而且咱的初心就做不，咱你做的初心就是啊，用灵来去改变你的人生。所以真正，所以都拢无，都天天性命拢无改变的初心，拢无你的初心，达到迄位，一心一意，挽救精神。所以不息就是啥？无改变就是啥？一心一意就是安尼。咱人若有疑心，无可能变。人甲做伙咧交往，翁仔某咧相处，咧做伙会久，真正到一心一意安尼。所以不息就是讲咱人的愿力甲精神，受到愿力甲精神，包括咱的意识上，天中大师。天中大师伊对东土发一个誓愿，讲要去地印度要出家。伊当时就发一个誓愿，讲我今日对东土出发，我去就无回这个东土。若无成功，伊就袂回这东土。但是咱来想，这个愿发就是有大无有大，但是经过这过程。经过800里的运转，4年5日拢无一摆是记住。这时阵就想要退，伊就想要倒转来。但是伊想法讲，伊当时在东土要出发的时阵，向顶下这个愿，伊若无到西印度出去倒转，后底无回东土，结果呢？
就是个原则来改变，毋过在伊行到一半当中，伊阁想着，我当时细汉是安怎坏？而且我今日咧回艰苦，伊才稳固诶。但原谅西方是无是毋愿回艰苦是无知。我安尼讲不简单，在迄种诶。迄种沙漠当中，拢无水无物件，无食当中了啊，伊诶精神阁无改变。我原谅西方是无是毋愿为艰苦是大个，咱今日嘛有种诶精神去想袂。所以到尾啊，天公大师有想无？有。迄种神上天就变做诶，所以今日在即种过程当中。我做到一款的阶段，就是咱伊不适合经济，意外无改变，无改变。迄个不足之字，引擎之作，我叫做字。我的字叫体字啊，我的字叫蛋字，我的字叫蕊字。改变我过去的记录叫做。因为咱有一个计划要学到想到，毋过我的记录已经改变，我的记录已经退啊。对自己种的记录，对种的记录，有啥物我做袂到？就是讲我对自己的记录，咱咧记录哪不足之字来听记录，之前水寒之上的温度之字，在寒冷在冰天覆地的冬天，为什么万物凋零？唯有上天上清，伊的清无改变，为什么？奈何不考呢？奈何不考？伊毋惊酸西达，毋惊冷风吹，人会啥表现迄种精神，就是咧表示讲，即个温度人在效法上天，在迄种寒冷当中，伊永远无改变伊的记录。中风不理解温度之重要，无论在穷困潦倒创造的时阵，我无改变我受到的之前就是啥温度之重。所以过去诸罗认为空性真叫重，空性这个回答，讲何以不如？何以不如用材料？用力不以用材料，国有着不变色的用材料，国无着技术不变用材料。真正的强就是啥？在我困境的时阵，在我创战的时阵，我无改变我平生的志向。咱人为什么在好的环境、在受救的时阵，咱的志向改变，我的心会改变？在困难的当中可以用患难，为什么在成功的时阵袂当用向我？为啥？改变伊过去在患难的环境。咱人在逆境的时阵，在困境的时阵，嘛无改变咱的志向。技术不变，用材料，这个稳住之重。简单来讲，真正的不是就是主动不是。咱就是要效法上天，效法温度一种强。不是叫就是不是一个修饰选择。对头智慧，我对到这种事无改变，实实在在无改变。这世人守住我自己的选择。这个不是，就是当你平常思维以上，有啥物话要同安尼讲？什么物件是当的物件？愈重的物件是愈重，愈重的物件咱食较会久。你啊看，咱逐工到咧面对，敢有？你有当无？你会当呢？咱讲食鲜，你袂鲜花，逐工面当水咧，敢袂鲜？有啥物？
伊是真正的美，真正的美是啥？是饭啊。愈逐个物件咱来也愈研究了环境，米饭啊，对啊。你看咱自小就食到，自细就在咱当无感觉好势，是啥物？面饭。我若讲真美食饭，真道食常，所以咱咧守义平常，咱咧守义平常。愈平常的物件，就是研究。啥物叫平常？咱小组讲过哦。伊讲若迄个马戏团，要行更少，要行更少，要行偌久。咱二边你要看，迄讲无平常靠其他，平常靠是命。所以愈平常的物件，咱才守，咱才守在迄个平常之中。因为都无其他。咱若有这种观念，假使讲，咱今日若无相信都是平常的，无相信都是平淡的，这条路咱行袂久。哦，这条路咱行袂久。心理平息，守义平常。愈变咱来平时实，老实实，就保着脚印，咧想法度。守办道，无投机做空，无好恶无厌，只是啥？保着脚印，早大时节，有咧想过，安尼才是会久。守义平常，平常之道。这是咱平常的物件，咱平常的物件。所以过去呢，有先国人讲，圣人之道源自平常，不重经济。人每是以之平常而出见之无，此之平常之道，正属圣业之道。咱拢认为道，圣人道，可是有些人讲，圣人之道源自平常。如果咱看得到平常，无什么价值这。可是咱毋知影平常之道正属圣业之道。我有啥物讲？不识少主，伊就平。你也看，咱逐工拢去行即个平的路，咁行，咁是行会久。河海即摆车咧，河海是平，河海脚是平。我所讲，河海即摆免马尾，安尼讲行久，行袂，啥物叫无平常？真正诶平常啊，安尼平安尼行。所以看，若讲医者不灵啊。你跑过咧徛，要互徛袂久。咱若咧行路，安尼平常安尼行，安尼敢行会久？你步一步细步安尼行，敢行会久？哪拢走诶？是步步咧行诶，行袂久。为啥物？无平常，无平常，咱会当试看。所以，愈平常诶物件，愈平常诶物件，愈平实诶物件，才会久。我咧甲你想啥？咱今日是想平常之道、平常之道、平淡之道、平顺之道。所以释者就是咧讲大人心，讲到尾讲大人心。咱的心毋通叫轻理，咱的心毋通叫轻浮。所以咱老师来讲，修道爱有哪？应不变应的信心，应不变即为母心。咱的信心永远无改变。我的信心永远无叫花费，无叫变去。所以修道是咧修理论，修道是咧修心的信心。咱若无信心，就颠倒变去。所以成为道源公结果，到尾实现一切，开发一切无上道，是。咱的内心永远毋通做变去，修道是修理论，永远无忍受的内心，修办到过去来处理就是。但是永远安尼的精神伊个心无，这个心毋通叫忍受，咱的道心毋通叫轻浮，所以为啥物？
中人讲讲，爱经历再教育，学法再成绩，用心再推动。这句话我听不懂，而且这句话拢袂叫人听。这三句话就是要互咱有信心，互咱有信心，互咱有信心，互咱有信心。离开经历的教育，离开良心的启发，离开可靠的相信，咱的心慢慢的哪变，道心慢慢的变，咱的人生慢慢的变，咱的地位慢慢的无变。所以爱经历再教育，学法再相信，良心再启发，再一再，一直不断持续安尼。所以一个人啊，离开道场，离开经历，离开一切班以后，咱的心可想而知。伊种是讲咱了好。如果我拢无接受道场，如果我拢无看册，如果我拢无听到真理，咱的心唔会成就，不是如何？所以咱若讲讲，这个心就是讲哪，家己的心，伊的心就是一心之主。咱的心若平的，一直讲平；咱的心若动，一直动。所以讲不是叫对，讲教会来讲家己的心。就这边，故意咱就咱看出种物件出来。咱以修的过程应用来讲，就讲一直以来累以后，简单来讲就是时间的累积，以及如果一年一世慢慢的累积。用力持久，久久公平。所以用一切心力，用一切努力，用一切心力，安尼一直到尾，固定，大功告成，就对，好不好？好，咱注意讲，较早学功夫，爱学好学3年4步才出来。一项物件要好，来学3年4步，何况咱今仔修法做这段过程，要达到伊的成就是经过到你经过这种功夫，才成就。并且后天建立信仰。就从透过过程当中，咱看到一种效验，一种成果，一种成就，一种成就，一种成功。我讲大家，几乎大家拢会去买啥？买早饭买意面。我看迄头面面，大家拢爱这个意面无？较好买安怎？这是不拢硬的，你行路拢硬。为啥物？因为做这个久，咱就咱看出伊的心理的原因。有做生意，大家按意愿，大家在摇歪，拢歪了。为啥物？较久啊，过去无爱慢慢。大家拢当然毛报纸啊，大来过人就知影嘛。咱毛报纸啊，一步，你报纸是比较爱硬，对不对？爱硬呢，甚至个镜头啊，你大家镜头你讲要搞啥？搞可保美。刚才你当导演哦，你硬要生。你看，少年的时阵，报纸啊，漫画你即摆你安怎？你学是点？你困，拢是个低一个悬，为啥物？久啊！你这过日的当的时间慢慢。伊的身躯平，伊的身躯歪，伊的身躯翘起。所以看，一项物件透过过程中，伊会受到这个考验的。对无好来讲，只有我，对无？讲一个无好才会生。经过3天5天才会生。咱时间会。
时间回去每日去培养这个长，香港有机，爱时间。过一日咱拢知影，若阮桃栽三日不生桃，生桃三日安怎？以前无。桃仔栽三日袂生桃，十桃三日哪会通生桃？为什么？时间无够重要，那个久。所以讲，你来这样看，咱来看迄个啥奥运的选手，奥运的冠军，用顶尖的投资，伊要在现在比赛当中，那4天你要看，伊偌认真、偌用心、偌努力，不断的操练，不断的训练，一段时间，你看伊用偌多心来做，才有迄种的成绩，才有迄种的成绩，才有迄种的成果。所以成功毋是满人。成功绝对唔满足，想用心努力来，是年久为之，不断的训练，不断的安怎，不断的磨练，才看出迄种的效果，看出这个效果。所以有时候叫做啥？天道酬勤，这个道理，你的回报好啥？我鼓励，我拍拼，我认真，我努力来。但是人的成就，人的成功，咱过来按努力来，是长期咱的努力，长期咱的拍拼，才有咱日的成就。我咱感觉讲，有啥人做伙者，人是我遐尔好，比遐尔好，道理讲甲遐尔好，这是咱长时间安怎用功，安怎认真去努力，去付出，到付出。成功唔满人，有一点咱来看草啊的抽丝，草啊，你当看草啊，伊安尼鼓袂出来，咱看人家看这个，这个刀枪蹲人啊，蹲就是可比草啊的抽丝，草啊，咱你看你啊，草啊是迄个。石头汤，啊是咱会感觉把路边啊安尼剥出来，啊是从土上剥出来，咱看着，以前在迄个过程已经努力足久啊，已经准备足久啊，已经把伊的能量全足久啊，到尾才能挂迄个พื้น迄个草去看，草啊，你对迄个面啊剥出来，相当无简单。看不单单，你咱来看迄草啊，那个烤起来，迄个筋呢，对无？以前有对，表示讲已经有要剥出来，已经准备足久啊，努力足久啊，才好挂迄个พื้น。同款意思，有责任。有啥物人我都去突破迄个พื้น，已经有迄个能力，分泌能力足久啊，努力足久啊。才有迄种能力，草会草啊是初心，互咱去了解，什么叫做有志。伊毋是今日，毋是当2天、3天、4天，伊才有去做，迄种做任务，毋是年久为之准备出来。咱来看两刷如何修这个珍珠，珍珠按对来按刷来。但是要一条刷要成为珍珠，无简单，爱靠啥？长长时间。这条刷进入到这个珍珠会，咱拢知影，珍珠要成就一个，若珍珠非常的水珍珠、金贵珍珠，按这条刷来。那么这条刷进入到这个贝壳呢？也不艰苦，那么伊足艰苦，伊就分泌，伊将迄种的意境，那么这种的物件，伊会哪把迄个沙安尼包起来，伊就要保护自己，互家己袂艰苦，伊就分泌迄种的物件。亲像啥呢？亲像咱的目睭叫沙走入来，会安怎？会开始流汗无？会开始流汗无？
那么老爸就是咧保护咱人民。那么这条所进入到这个金猪会呢，金猪会伊会感觉，但是伊分泌种物件就是啥，但伊袂感觉去保护自己，把这个锁包起来，包起来啥，凝固为真，这条金猪带进去。咱看这金猪的过程，是这只金猪会辛辛苦苦去培养出来。所以圣人的智慧、圣人的宝贝是啥？是让伊生生世世修道办道，互救人所受有的，是时间、努力、久真多的事。咱来讲修到迷惘人，我对迷惘。第一，咱会当修献身在这个道上修办道，这到底迷惘人。有这个天嘛快乐。咱看到做起，咱看到兄弟姊妹，咱在这个道上咧修办道，迷惘人。所以只能讲，根基是累世所修的，根基是累世所修。伊讲青啊变遐大丛，毋是我用，是几十担、几百担、是几千担才青啊，是累世所累出来。所以只能讲，大道经不为其目的，如何表达，如何用，逆境问道人心事。历世经验的推进，作为尊贵，咱用目睭看袂到，既然目睭看袂到，要做来表，要做来讲袂出来，表达袂出来。逆境问道，咱今日问道，会当生出迄个信心，历世经验的推进，历世的当中，受修啦，这种经验的推进。就郭培元大师，那个胡勇大师，嗰個京東經驗一門即學，呢個魔人不是魔人，迄唔是簡單，是累世所修嘅語言。伊嘅經濟大義是累世所修嘅。咱這個一方面就馬上開悟，呢種嘅開悟是啥？是久長嘅時間所累積嘅，叫一門即學。那靠过跟主流网络是广的，我当过咱10年来做进去，我今日也算在这个道修办的外经济的嘛。那么外经济的那是累世所修的，我今日还对家己进去，今日对家己进去。那无咱思想就袂人讲的，这句话。不能讲哦，一肥帮安怎食不人。看你吃久未？看咱我有坚持久无？到尾人吃久人骗。人讲一日3年9年就清。包括时间、危险、努力，慢慢去清楚。所以过去这只毛利我是在咧修道时阵，伊发一个愿，伊讲在这个土地树骹啊。地位若无受到永远无事，永远无离开这个所在。从这个原法的当中，魔中进动，那么魔中进动，这个魔王就快去看，讲为什么魔中快进动？讲在凡间有一个修行者发一个愿，伊讲我在这个所在开始到尾。若无成就，道理无要离开这个所在。讲安尼啊，那我可以看安尼。要太忙碌，要跳舞，要学习，要努力，要教人的成就。结果呢，在忙碌，这两个态度，大家困起，包括讲退回。那么退回，魔王，叫伊魔本人。用要钱较声，一直写，可是迄个钱写到伊个面前，把它挂了，变成一个言论。那么魔本，伊个怎？
伊个我人都来考验，我就来。伊讲我只要问你一个问题，你若我回答我满意，我就离开这个转来，我就无来考验。我为什么你讲？发一个员工，我若今日订这个所在若无事，我永远无去离这个所在。伊讲无讲无。我一手起因，一手起了起地，讲安尼，这啥物意思呢？天地造见地，天地造见地。我生生世世无始业以来拢在修道，只有天地知影尔。所以天地伊会当替我造见地。好了嘛，地地马条不来，马是老虎，到了时虽然只管讲无有一番情断来，哪有五十一回的对吗？那你看看手啊，安尼上海金融社会，安尼88岁，这个过程是人安怎用心，安怎努力，这个灌来是督察好好调查。那我就承认啥？那我就承认我是有菩萨是有圣人，安怎承认的？情灌。情灌。那么疑问，第一个疑问，我就普普就可以。这讲下去。这个疑问就是啥？相反的疑问这个目标。这个这条路是99199等条路，但是这条路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成就啥？成就地土木你的道理。到尾就是要成就这个目标。就是要效法啊成就，你效法你的道理的土木，到尾就啥？要成就自己的土木，成就自己的道理。那么你成就土木的成就，成就各大方面的利益。你看到，咱的过程，咱的生命有愈来愈苦苦，咱的生命有愈来愈苦苦。进入地很难复活，我的生命有愈来愈包容。那是怎样？因为我的生命是不好的，因为我的生命是道德，我去包容别人，我从一切好到歹，一切如意无如意，包括一切顺境无顺境，甚至包括一切种种无如意的物件。这种对伊的包容，这种对伊的负担，这种对的道路非常高。这是咱修道的目标，修道的过程所要成就的。因为咱未来所要成就的，成就自己得着。咱未来所要成就是要成就自己的地位。无个比天较悬啊，无个比天较高明啊，无个比地更较高啊，无个比地更较宽。所以这是哪？完全成就的所在。地位是哪般成就？地位是哪般成就？你看，一切千金万件圣人的地位顶，不能得顶，地位。所以咱人有地位，可以辅助人，可以教他人，可以教徒弟，一切都有。所以就是啥？要受得到各大方面的地位。土木所以在不了道理，所以学不了有定所以成本。你看，就是讲天地成定，互咱看到迄种神，迄种感应，迄种效验，就是啥？土木在不道理，互阮有成本。因为神成就土木，因为神成就道理，因为神成就了有定。那离开神，我就打到土木，我就打道理，到有定。咱地顶在道理，地顶在土木，咱看会到的，天会啥道理？伊是圆，伊是方便的，所以头一出来，一切大地方便。地，互咱所看的啥？光来土木，听下看。我咱有讲过，刀，你看到刀，伊天地来看，对天地来看，为什么？
咱在这在现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天地当中，所以天地当中以外一个就是悠久人生活。天地咱看会到的，在这个外口，是怎悠久，有办法生生不息，有办法生生。天地若无够悠久，你就会生活。所以悠久叫做啥？生生嘛。生机。咁啊，即个人来讲啥？天地无失地的道，天无失道，地无失道，到尾生悠久，天地定位。就是天地无失道，天地到咱定位，必用无万不用。成就再不成就高人何不成就悠久人生活？所以普去用物，何以在物？高人何以何物？以在物，以教物。这种开始要讲啊，对吧？考试普高人悠久在物。所以咱来讲较紧，因为天地伊普包容一切万物。天地高在一切万物，天地高人，把恁看起来，把恁保护了，伊个保佑叫一切万物天地当中，所以悠久就是天道生活与生活。这段嘛在讲天地公，因为在正公呀。物物正公养，生物正公养。对天地，对咱万物有功，对一切万物有功，产生了天地功。伊有载物之力，伊有物物之力，伊有生物之力。所以天地无分，天地无分，有天生地养，有天福地大，有自我教育。有侮辱医生长这个问题，所以天地就是父母，把咱生、把咱养、把咱教导，有控制、有对一切万物来教导天地有物。所以今日为什么讲咱爱敬天地？为天地开始讲，明明上帝了，为天地开始讲。所以今日就是哪？咱对普普在物道理，何不悠久而生活？咱了解去天地伊讲伊个天地有物，普普配地道理配地悠久而生。一段，你来讲，伊有啥物要来配地？伊啥物有啥物咱以天地同时。配只好呀，标准呀，配讲有合，那么要配爱有标准。所以有啲人讲大人者，伊如果伊天地合天地，伊事事合天地，伊如果合天地，伊事事合伊时，伊归时合伊变作一个合。伊含如果当有，伊天地当中有，伊含几时当变作？是啥物呢？伊事事迄种诶当有，就是讲啥？你讲这个合，讲这个合，爱条件。当伊生性有性命条件，伊生活咱有活在条件，咱生万物有万物诶条件。伊生动物有动物诶条件。一切拢无条件，咱啥物款诶条件，就啥款诶生活。所以要配合咱，要配地，要配地，然后有种，就是爱看咱啥物条件，就是性命都好依配天地。性命的道是管的，伊个符合，所以伊配哪？伊配天地。那么伊既然咱配天地，咱占天地之法咯。伊咱帮助天地化作万物，所以天地，我就按天地
相对我就帮助伊个化解一切难处。所以土木人啊，业业到伊配的，个人就是义务伊配的。所以中央方面就讲着，聪明足智，聪明做智，足以有理。这种聪明的智慧可以教人天啊，亲像天也法教人天啊，圣明的智慧可以教人天啊。就这样，伊的智慧是多元的。所以圣明伊的国家可以配合的证明的。这种圣明，这种圣明，伊讲对。民主要让会让会天会地，悠久以天地同参。天地有偌久，性命就偌久。以天地当中久，以天地合天地。当然之力，证明天地与天地同参。如主者不能依中不当理论无为而行。咱土木配的高人配的悠久无中，安尼呢，达到不贤，免着经过表现，咱看到经过，免着有所讲，咱去改变。你好像用无一切作为，咱随便一切，这是咧讲天地性、圣明的性。天的性、圣明的性，达到迄个性就是自然啊。就像上天之应出顺土度，过前呢，孔圣人伊讲啊，伊讲我怎啊无要讲话？伊学生主讲，讲老师你若无讲话，我要就你要学起呢。讲天后人在数十年叫过青年天后人。如果你看天后咧讲话，天无咧讲话，如果数十年嘅春夏秋冬万不生人，天后人伊哪有讲话？啥物？伊是自然啊。伊咧做代志，圣人咧做代志是顺土度，讲无一切做做自然嘅。呢种天地，我咧变动，万不会改变。天地都无改变，地都无变动，你看咱人地方，你看袂使咯。所以天动是地静，天是变动的，如果天的变动咱好看，咱无感觉。地是不，地是哪？地是静的，伊袂使动。伊若动，咱吃袂着；伊若动，万不就无生。你看啊，地方你看是不是？真动。咱个想，咱逐工，逐日看，咱咧听，有自然无？咱若举出来，有袂着听着。咱毋免讲，我要安怎听，我听有意见。我要看物件，即个红的、即个乌的、即个青，毋免讲我要安怎看，我看有意见，毋免安尼看就对了。那有自然，不见不动无无。当然，若讲我如果要安怎听的时阵，我目睭要安看时阵，就是哪？我如果唔明，就是我听无时阵，我才讲要安怎听。如果自然的声音也着听，目睭也着看，啥物色，清清楚楚，唔免做错。所以从讲到尾，上天之在，无生无有。上天在一切万物，运营一切万物。拢无声无息，嘛无香，无拢无味，达到迄个字清净纯净。上界权的品质叫做啥？静悄悄对对。上界权的境界叫做啥？叫做清净。上天之在拢无声，有时候看出啥物？天一切是自然，所以。到尾讲到尾讲啥？讲到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心就是要想到迄个自然。天地之道，可见其事也，其为不不即是不不是。一切咧讲形容天地之道，一切拢讲天地道。
你讲环境啊，你点啊天地道伊伟大，伊会讲伊会温，一定就是信仰。以前有个人甲形容就是啥？信仰。通信如果诗经300首，一句话甲形容，无啥。因为你讲到天地道诶，我看讲，伊就信来甲表达。所以过去呢，文篇上有讲一句话：天地间以道成之，遍覆不杂。天地间只干一个神名，你我有改变，我有拍破，这种道理。因我都有拍破，这样是在对。你若讲天地有万宝，万宝必须心。伊咧有万宝，但是万宝跟一个信仰，这个神，它是神。所以神也不是宗旨，不信无。今天若无神，就无一切开始，就无一切万物，就无一切万物开花结果都无。那就不会改变，就是信。那么为不离是啥？就是遇到。天地有万宝，万宝之必须，但是一个心念。那么这个心，就是道也讲也，天也讲也，都有讲无？大道天是安怎？天下无公。天也讲也，这个天公。天上公平，道上公平，天无私福，地无私财，有无无私财，天地无公。道万物，道对待一切万物都是公，所以一对万物就是不离，无偏无私，伊无偏无私。所以广东人讲，依道万物不可比较。广东正人讲，依道那个看一切万物，无啥，伊无偏，伊是山草啊，伊是山大树，无这个规定，为虾米？对，什么都是讲天是公。那么这其实不清，天清楚。现在看去了解物件对啥？有物件。下两句话，下过按哪句诶？有三个法，怎样？对吧？这想法，这我去体会，去助人啊。助人的物件对啥？我去测度，知影讲伊到底是安怎去生这个物件。这种圣人的地位，或者地位，我都不要测度。天生有灵，有德有情，有理有理。万物天所生都有名，但万物都有名。但有名当中都有德，有不该有德，有不该有情，有不该有理，有不该有的功能。那么天不生无用之人，也无生无用之物。天无之了，实无之用。伊生一切万物，伊无感觉用的。修得一切万物，伊心无完，万物无完。那么道就不清，道的生物，那么要说伊无生命，伊无存亡。这里道也不清。那么天地之道，通达好了，道也明啊，有也有啊。这大个在历史来讲，天地之道，交互之道。圣人有要了解，天地有啥物点？关键啦，伊无讲通也好也，道也明，有也有。讲你讲一定要了解，这道变在这个地，道无看着有有限，咱要看着看到一个人有对无？伊若有这道，伊是哪？咱要看到伊这个要看。咱要看到伊迄个人面看出来，对伊个福报，对伊个道理，对伊有救，只要看到天地的。
因父天书教导基督是基督重要律法，天神黑夜万不同。因父的伊伊讲何基督就是讲何在话那是不同，任何海是不相，万不在的。来讲天，你甲咱讲，这叫做心不不清。那么这个叫叫小人啊，看天，你若看天，伊迄个小小，迄个功能，就是讲就是武功啦。那么武功时阵，武功大时阵，如果天是不挂了，就叫挂来，就叫端落来，万不服的，万不服。咱看地，是出头。我就安定咧，安尼唔通少。伊讲讲到越宽，讲到越高，一切山河、山岳，一切花甲山岳了后，拢袂讲做大。你有讲做重落，你若讲做重落，就哪就平落，永远拢会做平落。任何海，迄个海，拢会做上去。我看这些，我看海这些，我讲万不在的。所以，他头就是讲背头修养进的。那么，你讲，你种就是讲天地合在之母中，母中母亲啊，就是因为母中心就是啥，心不不实。金虎山一贯设计都直接公开，车落心灵，金主逼体，多种经验。金虎水一族基都直接不成，关德高阳一点经验才信。一贯怎样？新主棍差不多应该大，一接头。一族平常啊，一个少，啊种有个好，啊来要较水，迄种水变较少。关德。很快的，跟着这玩，那况，管呢，是从啥？是从迄久哦，但是这个村呢，不分大，而且是啥？没有破，这是从看的，因为呢，这是从大海中的，这大话就是咧，咱形容讲。山会宽，水会深，咱袂当去接触，袂当去接触。所以圣人讲周地，讲山水，就是咧照顾来讲这个道理。因为天地山水是有形有相，道是无形无相。即个一切万物来讲这个道的奥妙，来讲道这个奥妙。跟咱万物无因道以生以灭，以化以成。来生一切万物，来改变一切万物，来化一切万物，来成就一切万物。这个天地，这个山水，这种形象，这种形象，这种不实，你看，由小至大，成为不实。从小到这个大，到成为不实，就是要了解天地之道，以了解自性的。伊咱了解天地伊的道，就是要显示。天地的性，这种知性有结定。诗文为真自然，无不义台湾，真之所以而真人，无不现。温龙之本之纯台湾，温龙之所以温润，纯也不息。这段讲，无不是啥心外的，非常深，非常远，不义是啥不息。所以这段话就是咧引证诗经，来讲天道清远不息，圣人的德嘛是，伊的顺，伊的德嘛是不息。这段话，要来讲天含圣人，为什么我达到迄个不息？就是啥？就是咧信。圣人伊内存伊是内中伊的，伊心中就是啥？达到迄个志性。伊所表现啥？就是个
达到迄个至诚真诚，咱会退退。我即段话就是呐，性温柔性伊个个性，达到至诚真诚，会当配天道，配天地，无分。以天地呐同中就，以天地同行呐同中不息。所以天地三才，就是以咱人的个性来配合天地。天地三才就是讲性命，咱人我达到性命，咱合这个天地，伊就无容易失去。你这个神，我无执，因缘之境无养出就神功，功就是真理。一切拢无养病，拢无理养，无下功病，达到功名清净。所以人性来讲，人生天性也为性命，言无可以见明。所以讲人性来讲，人生天性，咱人身躯有天性，有这个肉体，但是圣人无因为肉体来改讲病，伊会当透过这个肉体，把咱人的天性完地也实践出来，完地也表现出来，是圣人。讲到尾啊，天地之道，以性为道，性命之道，以天为道，一心一意啊，安尼就是成。所以成也天命，共通之道，无论好歹，无顺不顺，无论好歹，无信不达。讲到尾，就是讲到迄个信，信就是咧讲迄个信，言也信也。就是咧，咱要成就一切个性，咱要成就咱个到尾啥，做啥，做信。做事，领导，我对，我安全，我无安，人家人，咱主行，互我意，我会快乐，做事手法，也都听，好，无买啊吼，第二步，较好个，做比较要紧啊，我都好听啊，互我讲这个讲到至诚无息，到尾啊，就是至诚咧讲天地，咧讲性命。伊个伊个志情，伊就天地，伊就性命表现出来，我看得清楚。到尾这心情，咱个这是因为咱个就是以心来心情啊，互我咱讲这个所在，有不足之处来做咱个，咱个慢慢所在啊，做咱较紧啊，如意人生啊，咱规生啊，互我交换意见。我但是咧，我谈做做就无咧。感谢讲师慈悲贤道空，公道空，再一次热烈的掌声。那前景我们现在休息20分钟，休息到10点半。